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6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箴言第3章19節到26節，以弗所書第4章第1節到第6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教會合一。教會無合一，哪會當稱做教會呢？但是教會要安怎合一？這是咱愛去思考的問題。當然，為什麼要合一？聖經的根基是咱要基督徒要去追求的真理的教導啦吼。所以佇箴言第3章16節到26節，閣一擺提到着上帝的智慧。基督徒必須愛用上帝的智慧來過信仰生活甲教會生活。安尼才會當蒙福，因為上帝就是用伊的智慧來立定一切。經文安尼講，上主用智慧建立地，用聰明安置天，伊用知識互深淵離開，用強槍治落水。我的囝着持守真的智慧，心中計劃。着不時注意，毋通忽略，安尼才會互你得到性命，成做你頷頸水的狀態，你就會安穩行你的路，你的腳袂踏着絆倒，你倒地一定袂驚，倒落去會真好困。忽然發生通驚的代志，你毋免驚。歹人要甲你毀滅，你嘛毋免驚，因為上主會做你的倚靠，伊會保守你的腳無陷落網。既然天甲地攏是對上帝的智慧甲聰明所立定、所安置，那呢無有上帝智慧的人，就必定無法度佇上帝所賞賜的愛田園教會好好正做管理者。保羅甲以弗所教會的批信寫互因的批信的中間，特別提到着一個合一的教導的準則。這嘛提醒着基督徒甲教會合一是咱袂通提示的一個責任。也是被稱作基督溫度的唯一條件。以弗所書第4章第1節到第6節，所以做一個為着主做求受的人，我考勸你，既然恁受上帝的呼召，行為着符合伊的呼召，凡事着謙卑、溫柔、忍耐。用聽互相寬容，用和平互相聯繫，盡力來保持聖神所賞賜的合一。身軀只有一個，聖神只有一位。拄親像上帝召咱要得到的願望是一個，主也一位，信仰也只有一個，洗禮只有一個。上帝只有一位，就是萬有的爸，伊佇萬有的頂面來貫穿萬有，擱佇萬有的中間。教會就親像身體一樣，有濟濟無共款的內臟機體，但是卻連結佇同一個頭，咱的主耶穌基督。咱領受着同一個聖神，接受着同一個洗禮，咱若無合一，就離開上帝的救恩。求主幫助咱。詩篇第8篇，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威嚴普及全地，稱讚你的聲透到天頂，對囡仔甲嬰仔的喙唱出來。你起着要塞封閉對敵，要消滅對敵，消除冤仇。看到你親手創造的天，你所安排的月亮、星辰，
啊，人算什么？你遐尼关心，世间人算什么？你遐尼照顾，你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，你使阳光尊贵做花冠家己，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，你互伊有权柄支配一切，一切的羊甲牛，山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海洋的鱼类甲活物。上主，阮的上主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成做忠心的仆人，互阮明白合一是阮上重要教会的生活、信仰生活的要求。互阮因为合一，成做美好的见证，才着安尼来领受上帝的救恩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